相聚在圣殿里，一起来亲近主。那现在我们先来练习今天的圣诗，请大家翻开新圣诗第576首，我们唱第一段和第二节。接着，请翻开第613首，我们唱第一节。接着，请翻开第611首，我们来唱第一节。那我们练习到这边，那我们来预备，一起来敬拜主。
弟兄姐妹平安，平安。很高兴我们因着耶稣，我们成为一家人，一同来成为神的子民。现在邀请大家一起站立，让我们同声开口，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主。阿们。人人正做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做上帝子儿。人人正做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正做上帝的子儿。因为耶稣正做神，因为耶稣你可美。欢喜让守住我命，欢喜给咱的主条，因为耶稣奉献三业主输掉。咱拢正做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做上帝子儿。咱拢正做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正做上帝的子民，因为耶稣当天拜，因为耶稣蒙主爱，因为耶稣彼此恩主相款待，有时欢喜当日时，有时苦痛当相比。因为耶稣三角甘苦三角地，咱拢正做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做上帝子儿。咱拢正做一个人，因为耶稣，因为耶稣正做上帝的子民。因为耶稣正做神，因为耶稣你可美，因为耶稣咱有国外的历史，欢喜让守住我命，欢喜给咱的主条，因为耶稣奉献三业主输掉。因为耶稣当天拜，因为耶稣蒙主爱，因为耶稣彼此恩主相款待，有时欢喜当日时，有时苦痛当相比。因为耶稣三角甘苦三角地，有时欢喜当日时。有时欢喜当日时，有时苦痛当相比。因为耶稣三角甘苦三角地。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阿无论欢喜或悲伤，主都永远与我们同在。阿们。哈利路亚。耶稣听我在你。因为记在你心间，世界你那水能吃，耶稣会听小命命，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有记在你心间。耶稣听我伊有心，有将天门开给你，我会做我伊写字，予一切行你来面。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有记在你心边，耶稣听我三当行，
伫我身边要行行，我若听伊到路尾，伊要带我去天边。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有记在你心间。耶稣听我三当行，伫我心里要行行，我若听伊到路尾，伊要带我去天边。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有记在你心里。主耶稣听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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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记在你心里。是的，只要有主在，我们就不再担心害怕。因着主的爱，我们罪得以被赦免。那我们一起来颂赞主这份伟大宝贵的恩典。用真实的心，让我伫你面前，开我心目，予我会看见，应甲阮的心，领受生命活水，对你遐来的温柔谦卑。予你稳定，你看我最宝贵。予你稳定，你说我最清气。予你稳定，你因尊贵应要做我完美，我
我款的，我的嘴来学了你我的。是的，主会挪去我们所有的重担和悲伤，他的名配得所有的颂赞。让我们一起来低头向主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下宝贵的爱子耶稣，为我们流血牺牲，洗净我们的罪，使我们拥有救恩，生命能够得着更新与改变。主啊，感谢你赐下平安与恩典，让我们拥有丰盛的生命。主啊，我们持续将劳苦重担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赐下够用的智慧与能力，帮助我们度过一切的困难与挑战。身体病痛的，愿你来医治；困苦忧伤的，愿你亲自来安慰。主啊，也求你看顾保守我们教会的牧者、长职、同工和所有的会友，愿亲自带领我们所做的一切工，来同心合一建造教会，将福音向更多人传扬，一同来见证你荣耀的名。孩子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得胜的名求，阿门。将最大的掌声献给荣耀的主，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大家请坐。各位兄弟，我奉主耶稣的名祝福大家平安。耶稣对众人讲：，若有人要对我，就看无家己，日行伊的十字架来对我。耶稣又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圣诗576首。你若甘愿互上帝引带。荣耀。
一起低头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满心的感谢你，谢谢你赐恩典给我们的每一天，也谢谢你带领我们的脚步来到你的圣殿里面。谢谢你从亘古以来拣选了我们，可以在你的圣殿来敬拜你。主啊，是的，我们愿意来跟从你，我们也来学习舍己，天天背起我们的十字架。主啊，求你赦免我们的罪，求你帮助我们坚定我们的心志，让我们学习你的样式，让我们负你的恶，让我们在你的里面得安息。愿你今天祝福你的话语，透过你仆人牧师的口，能够让你的话语深入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求你开启我们心里的眼睛，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的心里学习顺服，学习谦卑。愿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尊名求的，阿们。请坐。这是我们打开起因文45篇，K 文45篇，在1081页。好，我来请各位兄姐来应哈。记行家问：你有什么？恁有什么人亲像我？恁也目看天，这声吼是上主，伊调集万军，算伊的属业，因为伊有大气力，有大权能。阿哥啊，你是安怎怨叹讲？以色列啊，你是安怎埋怨讲？你去唔知上主是永远的上帝，伊袂暗，嘛袂善，厌善的人，伊互因有怨气；少年人拢会厌善。这声。靠上主的人会重新得到气力，伊的亲像鹰鸟，展翅飞悬。创造天的上主安尼讲，没有了哈，好，谢谢。好，那今晚邀请圣歌队来献诗哈，他们献诗的是劳苦背重担。来丢就滚袜，请圣歌队。
这是咱来读上帝十条诫，请起立。来，请。我以我你马不为上帝，唔通为着家己标记偶像，唔通办出有画面上帝，就记着安息日守你的信，就恨你的老母，唔通害死人，唔通犯奸淫，唔通做假干净，唔害你的厝边。请坐。这时候我们来读圣经马太福音11章16到19节，25到30节。好，我们用什么批评这世代？因亲像一顶人坐伫墙池口，对另外一顶话：阮对恁分搭啦，恁无跳舞；阮唱哀歌，恁无悲伤。约翰来，无食无啉，恁就讲伊互鬼附身。林主来，嘛食嘛啉，恁就讲伊是贪食好酒的人，是冒险。甲罪人的朋友，不过实在的智慧对行为得到证实。迄时耶稣讲：“爸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个代志对有智慧有学问的人扛起来。毋过对细汉囡仔启示，爸啊，是啦，因为这是你的好旨意。”我的爸已经有将一切的拢交予我，爸以外无人捌囝，囝甲囝，伊要启示的人以外，嘛无人捌爸。劳苦拜重担的人，对来我遮，我要互恁安息。对陪我的答，来对我学，因为我的心温柔谦顺，安尼，恁的心就会得到安息。我的答合应，我的答真轻。我用国语来念一遍哈。我可用什么比这世代呢？好像孩童坐在街市上招呼同伴，说：“我向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我向你们举哀，你们不捶胸。”约翰来也不吃也不喝，人就说他是被鬼附着的。人子来了，也吃也喝，人又说他是贪食好酒的人，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但智慧之子总以智慧为事。那时耶稣说：“父啊，天地的主，我感谢你。”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就藏起来，向婴孩就显出来。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一切所有的都是我父交付我的，除了父，没有人知道子；除了子和子所愿意指示的，没有人知道父。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是轻省的。这时候来邀请蔡牧师来为我们分享今天的讲道，来负耶稣的轭。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同心来祈祷。天顶的爸上帝，阮感谢你，互阮用心灵甲诚实
来伫主你的面前三甲敬拜。主，阮双手的所做的工，阮求上帝你来坚固伊。阮对伫阮所做所劳磨所劳苦的，阮求上帝你坚定阮的心志。旨意伫阮头前所插的标，对伫教会，阮会当牵条主你所赐予阮的义上，会当安尼来行来做。亲爱的天父，主当阮知影，阮着做主的学生，亲像门徒伫过去青疏无成熟的过程中间，学要成长，要看出阮家己感觉舒适的所在，要来倒磨，要安怎来进步，拢是主阮家己的气力真有限，阮真软弱，恳求上帝你赞阮的脚步。亲爱的天父，我们要承认自己的软弱，是主你亲自引领我们走出舒适圈，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学习还可以继续，在这辈子当中，我们可以从主你的面前来领受更丰盛的祝福，也学习在信仰里面当学的功课。主门徒训练就是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不够，我们自己的软弱，让我们更多向主你来更新我们的生命。亲爱的天父，当阮拍开上帝你的话，你的话真做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恳求上帝你，互你的奴仆嘴说出一切言语，无得罪你，也互阮讲的甲听的，对上帝你的信心来得到帮助，得到启示，也互阮伫接续每一天，伫7日的头一日，阮对主你的话来领受气力，伫逐日的工课生活中间，会当逐日来经历着上帝你的更新，上帝你大气力甲阮同在。同心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日要用来派耶稣的答来甲咱分享。当咱每一届讲到耶稣所派的吼，伫咱基督徒的记忆，也是亲像迄个咱讲脚头虎，你甲讲落会随弹起来，反射动作，你会想到什么？随想到啥？立刻就想到说，讲到耶稣，讲到他所担负的，就讲到十字架了吼，就想到这个十字架，就想到讲伊去互门徒反背出卖，就亲像彼得讲3摆无认主，耶稣派的这个关系，也是迄个实际着迄个刑具十字架，亲像重担。其实，咱讲耶稣伊所派的，毋是实际就是即个物件。但是今日咱看马太福音所记载，其实前后无差几节，伊所讲的敢若是两项无共款的代志。最后耶稣提出即个邀请，讲恁着来派我所互恁的迄个答。这甲咱脱离无法度脱离的一个画面吼，就是咱看到耶稣要派迄个担，那亲像就是耶稣你迄支足重刑具，迄支十字架，爱我甲你做伙共款来派迄支十字架。若是咱对十字架伫圣经内底记载，伫神学的立场来思考，其实前咱听到头拄仔宣调的圣经节第10章38节，伊讲无派十字架来对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耶稣说：“不背十字架跟从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总是这个话伫福音书连续安尼记载，耶稣的答甲这个军队我派十字架的确有关联伫咧。总是咱今日要了解派的这支答甲十字架迄个关系，两种无共的功能，无共的使用。今日信息要天开伫咱的面前。首先，咱来了解耶稣所讲的这个答，伫军队耶稣这个门徒迄个时代所讲的是啥物？咱伫台湾早期的社会，你若有种田做事的家庭，拢无青疏，
就是甲迄个牛的红棍脱咧，而且迄个牛的肩胛头会感觉讲，即个肩胛头那亲像有一种后壁安尼拖无前叮当，迄个无论伊伫迄个担迄个后壁拖的是啥物？是犁头还是上轮车？迄个牛安尼爱持续往前行，踏出每一步，迄个担才有发动的功效。所以无论是要犁田，还是讲要载人出车，即个担带动牛的动作，就是一个拍起来，而且会当继续往前行的气力。那安尼的动力，当然，即个持续行的即个过程是需要有气力，需要供应能量哦。牛嘛，毋是一工24点钟排迄个担，有食嘛有休困，而且对伫做事人，对伫赶车的即个车夫牛车啦我咧讲的是牛车，伊还有固定工课的时间，嘛袂当忝甲拢无互伊休困。所以圣经在讲，恁着害我的担，佮讲着讲害主的担会得到安息。所以讲，恁囝若着我担重担，就来就近我，我要互恁得到安息。所以歹重担就一定爱休息，爱得到安息。这两项是完全无共款的状态，一个是持续前进，一个是休息，一个是停止。耶稣咧讲伊要互咱得到安息，佮爱咱歹这个担。耶稣说，他要使我们得安息，又要我们负他的恶。所以信仰的生活内底，这两项是咱要学习真要紧的功课。耶稣咧讲起，伊爱咱歹的担，咱来先对耶稣要传讲的迄个对象来看。圣经10:16，伊讲一寡囡仔伫咧市场入口的所在，佫有人群伫遐聚集的所在。咧分达啦，而且弄过弄落，伫遐讲，倒一间因囝要娶新妇大家紧来看那个我们知道以前都会这样子办喜事的时候很热闹，所以当一家伙足热烈、足阳光的代志，伫过去单纯台湾的社会，装头装尾，大家斗热烈迄种的景象，咱阁会当记忆阁回忆起来。听到有喜事，大家拢想招要去看特别是囡仔，因为囡仔讲，这个代志我毋捌看过呢真好奇，真好奇就讲小朋友觉得这个怎么大家聚集在那边是有什么事情发生吗？为什么那个男生要穿得那么正式？为什么那个女生要穿得那么漂亮新郎新娘大家小少来看第50年以来台湾社会已经产生这种变化，对大家斗热烈到足冷淡的。别人因兜娶新妇街头安尼经过，你看到迄个面路的顶面挂迄个红大的车安尼慢慢开的时阵，你讲伊对街头安尼过我阁对伊头前安尼手机哪看哪行过青红灯安尼，迄个感觉拢无共款。迄个你无用你嫁娶的代志，我无用啥物？我无用我等下要拼的事业啦。我无用我的成就，嫁娶的队伍对街头经过的时阵，咱我们每一个人专心在各自不一样的事情。他们从身边经过这样子好消息，这样子希望大家一起来高兴，一起来欢喜的事情。现在这句台语说到老的已经很少出现了。同款若是咱讲迄个要送亲人离别、送葬的这个队伍落长过去伫庄脚你捌看过迄个落长送葬的队伍？众人伫遐开时间，而且
用气力啊，加上你可看最近天气吼，真炎热哦。迄毋是穿吊嘎，迄是穿礼服呢。穿礼服送别咱的亲人，佮行安尼长久长的路程。所以，足侪丧家是对参与的人足歹势。不过要紧的是态度啦，因为当咱非常思念咱的亲人已经到另外一个世界，无论偌远，咱拢想讲啊，阮要搁甲送一程啊，要搁甲行一路，搁会甲送别。总是伫送别的过程中间，咱渐渐去接受，渐渐去消化，咱迄个至亲已经伫天顶天人永隔吼。永远隔绝的这个事实，咱渐渐那一步一步咧行的时阵，咧接受这个代志。婚丧喜庆，咱人生拢需要经过。在经历婚丧喜庆当中，情绪跟感受都面对了很大的冲击。咱若捌结过婚、捌办过丧事的人，其实你拢知影，办喜事。办迄个结婚的欢喜的，有的时阵哦，超出意料之外的代志发生。我敢若想着讲，我结婚的时阵，对南部来教会兄弟要来庆祝的时阵，雄雄接到一个电话讲，哈，游览车过路啊吼，迄个链啊吼，链啊讲一个破链啊吼，过路啊，我讲哈，啊当要安怎吼？欢喜的事啊，欢喜的事，结果雄雄。意料之外的代志发生啊！丧事的时阵啊，你看有的人目屎流目屎滴，结果行迄路送别了后，伊倒转来了后安那？哦，感谢主，我心内直头白。伊心内迄个本底充满悲伤了后，照着目屎甲伊的艰苦拢流出来了后，上帝赐予迄个平安甲头白。你有没有看过那个参与丧礼的人？他经过一阵痛哭流泪之后，他的难过、他的悲伤释放了，上帝给他出人意料的平安。你也看到伊的心情变做足平静的。所以其实情绪感受迄种的冲击，互人带来是超越咱所想象的。无论是好还是歹，无论是安慰也是这个惊喜，这是非常的特别。耶稣伊侪摆咧参与这个过程。咱看约翰福音第2章，耶稣伊这世间参与头一个新者。耶稣的第一个神迹，在约翰福音第2章，主人家已经把那个酒用完了，哇！大家来庆祝这个婚宴，然后连续的欢喜畅饮，结果。如果说因为宾客发现说，哇，我们这个请客办桌的时阵，酒人家拢无啊，哇，不尽兴，迄个喜事颠倒互主人家足无面子的，迄个感受会足无好的。但是耶稣伫遮做一项转变，就是将水变做酒，大家伫遐搁较会当体会到这个婚宴的欢喜，会当对遐搁三角来欢喜。耶稣详时啊出现伫丧事的顶面，耶稣也参与在葬礼里面。伊甲门徒来到甲因关系足亲马大马利亚的厝，因来对峙已经待伫墓穴内底，因的小弟列撒罗来表示哀伤。耶稣来看已经过世的拉撒路，伊伫中间行神者，讲列撒罗出来。耶稣对伫死亡已经掌权的迄个坟墓画列撒罗的名，然后列撒罗佮挂着迄个抹布，迄个身躯对墓穴的内底行出来。对伫耶稣伫婚礼也是丧事，伊有遮尔特别的改变，互人会当注目上帝的大权能，上帝的大能，让我们看到。不论是婚丧喜庆，耶稣在这当中掌权。这世代，咱看到人带来，无论是婚丧喜事，迄个冷淡啦，四周围的人感觉讲忽略，
四周围的人因为讲因的冷淡，忽略上帝改变的大权能。因抓准讲一切发生者的理所当然啦，理所当然。敢有影是安尼？回顾咱罗州教会153年的历史，你敢知影是对一个信主的少年人创设这间教会马偕牧师，迄个时阵开始，每一个关键无理所当然的啦。马偕牧师迄个时阵登陆伫淡水，伊伫加拿大受车欠明明，中国大陆迄个沿岸的迄个城市，甚至香港也是其他的所在，要加入伫亚洲，多的城市有足多遮的伊的宣教师的同伴。马偕牧师他不一定要在台湾来成立他的宣教基地，马偕牧师他可以去到大陆，去到福建，去到香港各个城市，那边有更多他的宣教伙伴可以一起来兴起这个事工。但是伊干那固执，讲要爱来，干那伊一个阿岛仔的台湾，伫后尾。伫遐坐船来了后，伊到伫庙口，到伫市场口，人群喊话，人群聚集的所在，伊喊什么？耶稣听你，上帝听你，毋是呢？歹势，毋是吼。伊头一句毋是喊这哦。大家敢若知影讲哦，若是喊这吼，即个阿多足奇怪的。马偕头一句接触人的话是：满喙齿免钱。所以即句话吼，台湾人安那装头装尾、规拖拉骨的人来到伊面前排队啦。面对听无福音的人，只有大声对着因生命困境来提出解答，才有进一步来接触福音这个可能性。马偕伊是一个，毋是一个足普通的人，伊足固执的，伊身躯边的人会感觉足奇怪。马偕他的固执，让他生命当中接触他的人议论纷纷。这个外口来的阿多啊，明明就有知识、就有才华、就有能力的，伊要嫁出来对象吼，一定非常的水。检菜嘛是一个阿多的负责人，毋是呢？什么人？五个，一个童养媳啊。张聪明迄个时阵，甲伊嫁出结婚了后。讲奇怪，你哪会要嫁出一个伫咧五股的台湾人？中法战争，咱讲中国甲法国战争，台湾加入去内底。明明伊伫加拿大有受到法语的教育，伊会讲法国的话呢。法国的士兵来拍台湾的时阵，伊会讲啊，伊会讲，我甲恁讲共语言的吼，我是加拿大的人啊。伊就会当避免遮个灾，避免遮个生命的威胁。马偕明明他可以说法语，他可以跟法国士兵说：“我们都一样吼，从国外来的，你不要打我好不好？”但是伊无安尼做，伊甘愿迄个咧烧战迄个生命的危险，伊咧接医馆的所在。咧包扎、咧救遮个受伤的清朝的士兵，啥哪伊愿意安尼做？咱开始学习马偕佫学耶稣基督的言行，才会模范，咱就会发觉讲，伫安尼的学习是当时的人无了解，因为约翰来无食无啉，人就是讲伊犯着鬼，人子来也食也啉。人佫是讲，伊是贪食好酒的人，抽象的甲歹人的朋友，若是智慧对伊的所行，就显明伊是对。圣经在的重点，毋是互咱看到耶稣食肥肥，也毋是互咱看到讲耶稣伊紧紧来赴逐种的宴席。耶稣甲罪人甲抽象的伫遐同坐道食饭，就是咱要知影耶稣共一道的人，是毋捌有人接受，毋捌有人接纳甲因做伙食饭的啦。因为因所行所做，因伫因的工课，伫因社会中间，
因的罪行伫社会中每一个人的面前，无人肯接纳因。耶稣则无看遐个。耶稣甚至咱讲死刑犯最后一顿暗顿，耶稣也捌经历过，伊也请大家做伙食。任何的代志，伊毋是家己一个人来承担，同齐坐倒，同齐伫遐的人，耶稣面对遐搁大搁困难的代志，特别来到的时阵，伊要互咱学习。耶稣互咱知影，我们永远不用独自面对那个又大又难的挑战。是同信仰的基督徒，我们可以一同在同一间教会，咱共同来承担这个家己一个人派袂起的一个重担，才会过程。耶稣接续落去讲，当迄时，耶稣应讲：爸啊，天地的主，我学了你，因为你将这的事对智慧聪明的，就看捌伊；对细囝就显明伊。爸啊，因为对你来看，是看这最欢喜。万项有对爸已经交代我，爸以外无一个捌囝，囝甲伊所听的、所指示的以外，无一个捌爸。所以耶稣所讲这段话，咱会当看出啊，亲像一段耶稣对天父的一个祈祷。祈祷会当是一种的敬拜，会当是一种的颂赞。祷告在上帝面前成为敬拜，成为颂赞，关系到天顶的奥秘。这个天顶的奥秘是天国要启示伫地上，是什么人是受伊所拣选的？耶稣拣选12个学生，因当初时对伫耶稣的信心，有人放落伊的希望啊，有人将伊抽象的迄个税关甲下咧，至到会互伊不有的工课，伊讲伊毋免伫遐。耶稣要来，因要来耶稣的面前来跟对伊，跟随耶稣带来生命的改变需要时间。咱会看到，经过对耶稣2年外的过程，伫价值观、伫意志的顶面，亲像犹大、亲像彼得，因面对挑战，因犹原制止袂掉啦。真实的信仰，天天都要面对在世上的种种冲突的事情。如何借着祷告，借着上帝所赐的智慧来面对？耶稣讲万项有对我的爸已经交代给我。福音书的记载，咱看出当耶稣承担这责任，伊产生对门徒迄个对话、迄个分享的中间，就开始改变了，甚至伊的行动也开始改变。约翰福音13章同款安尼记载，讲万项有天父要交代伫耶稣的身上，耶稣知影天父将万项有交伫伊的手，伊就脱换衫，摇下一条巾仔，要来洗门徒的骹。万项有伫耶稣的身上，伊要承担这世间将要因为救恩来改变的真理。马太福音记载这个关键的祈祷。伊甲咱讲显明万项有，迄个奥秘是对天父遐来，万有的奥秘，天父要显明出来的时候，他向人显明，他显明所拣选的，就是如同孩童一样单纯相信，相信就去行动的团体。等到遐个经学教师、法利赛人也是祭司长，因照着上帝的旧约颁布的律法，带着以色列人讲，恁就要伫生活遵守这个信仰的原则。但是，毋那是遵守，因阁照着这个律法来开学术研讨会。这个生活中间要安怎来荣光上帝的名？来到伫耶稣的身上，伊讲天父所看做欢喜的，就是迄个细汉的儿童，伊心内底所启示的迄种真理。因对伫街头、伫市场口、伫遐人招呼，讲来啊，恁来欢喜赴这个宴席，也是恁做伙来哀伤，为着迄个丧事的人伫遐哀哭。阮对恁笨达仔，恁无跳舞；阮捌悲哀，恁无
伫遐哀伤。即款单纯的社会，伫即世间已经看袂到啊！即世间已经看袂到，会当单纯来相信天父，甲伊所赏赐即世间耶稣基督。当安尼的时阵，对咱每一个传福音的人，咱的心内底每一届安尼传单，每一届去弄你厝边的门讲。我要介绍你福音呢，这款的基督徒，我唔知影你是唔是？你是不是那个你会为了福音鼓起勇气去发传单，一次一次发传单，一次一次跟邻舍敲门说：“我有一个好消息要跟你说。”但是当我们真正主动出击的时候，其实我们心里面已经准备好了。我已经生命内底准备好讲啊，这可能阁是拒绝的啦。这可能阁是足冷淡甲我对待啦。其实每一届准备好啊，也是讲咱听到对方已经甲阮应讲啊，我已经是基督徒啊啦。真正的好消息，认定讲，哦，你今日带遐尼好的祝福来到阮兜，来到我的生命呢，我爱好好啊甲你款待啊。这个代志无啊啦。对今仔日圣经再来看。因为咱所传福音的真理带来的效果，想当这款代志已经无啊。那个为什么我们没有再看到那个哇有好消息带到他家？他说我要好好接待你。那个好消息是什么？他充满好奇，他充满热情的回应你。那个已经没有了。今天的经文要让我们看到这当中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是因为我们对传福音，对伫福音的真理，阮带来的效果，甲传扬的迄个情景，阮无足彻底去甲了解啦。兄弟姊妹，咱是活伫什么款的情况来传福音？我们在一个什么样情景下面传福音呢？11章21节，伊讲哥拉汛啊，你有灾祸；伯赛大，你有灾祸。因为伫恁中间，迄个行者的关联，若是行伫推罗甲西顿，因早就已经穿满衫，送火夫来反悔啊！伫圣经内底做安尼的例啦。旧约圣经约拿书，先知约拿谁那坐船倒撇到西顿去，因为上帝透过约拿，伊要去到尼尼微，甲遐加勒底人。讲恁是毋是爱悔？恁是毋是悔改？去宣布迄个消息，也若无要甲因走灭啊！约拿讲啊，上帝，你直接去甲因讲，我则无要甲伊讲咧。上帝，你直接甲因毁灭就好啊！福音书11章21节所讲的相像同款。当人听到毁灭的消息，但是人心里面有自己的想法，就像约拿那个时候说。上帝啊，如果你要毁灭尼尼微，毁灭那个加勒底人，你就直接动手啦！我不要再去宣告悔改的信息啦。所以伊安尼吼，行颠倒变方向，逃走到西顿去，因为伊无要宣布这个消息。上帝互你我活伫这世间，活伫这个时代，咱听到悔改得救的消息，咱。不闻不问，无采取行动。上帝所讲，你有在的，迄毋是轻描淡写，迄毋是轻轻啊讲呢。迄看到索多玛、蛾摩拉，当时流洪甲火降落毁灭，比迄个末日的审判搁较严重的结局。迄个是在伫咱的冷淡，咱充耳不闻，无采取悔改的行动。上帝讲，这因要面对更较严重的效果。啊，这敢是好消息？好消息敢毋是祝福伫你我讲啊，锦上添花。我原本的身份地位，因为伫我的势力的内底，会当加添迄个属于我的福气。毋是呢？若是人毋知影伫上帝面前悔改，毋知影生命改变，听到福音无采取行动。这款的要紧，福音毋是针对咱这个时代带好消息啊！福音是安怎爱经过一个会当合得上帝的心意，经过搁一摆创造的迄个过程，需要经历破碎，
耶稣让我们领受的好消息，那个福音合神心意的过程，是要面对再创造，是要面对一个经历破碎的过程。这种的破碎，对伫既得利益来讲，足艰苦心呢，会感觉埋怨，甚至离开上帝。上帝对教会更新的心意，咱听候上帝咧听候咱。上帝咧听候咱，咱若无改变，索多玛、蛾摩拉去带来更较严重的后果，伫咧咱面前咧等待啦。恁囝若丢磨担当担，就来就近我要互恁得到安息。心内温柔谦逊，恁来派我的担，来对我学。恁的心情会得到安息，因为我的担是轻，我的担是快。就算讲对福音有安尼的祝福、救助，得到兴盛，还是毁灭，全盘安尼甲了解，我们对福音有一个整个本质上的了解，但是咱无法度清楚知影讲整个福音伫咱的生命的听书过程中间是安怎来进行的。耶稣对咱讲因为我的担是快，我的担是轻。我毋知影咱中间敢有人咧做重训，你有咧压迄个哑铃，还是讲你做你的肌肉训练哦？当咧做这个训练的时阵，你会体会到讲，譬如讲你排一个60公斤呢，调整你的喘气哦，做10下，压起来，放落来，感觉讲哇，一个开始感觉酸酸哦，10下吼。未讲真好势的时阵，一个打开始热身的时阵，这个肌肉酸酸，手啊、大腿啊、小腿啊酸痛呢。休困调咱的喘气了后，啉水了后，搁做安那？做20下本底10下做10下了，这个20下的时阵，感觉哇，这20下搁较爱光爱劲撑过去但是你当做20下了，你回过头想讲，头拄仔我敢若做10下10下的那个肌肉酸疼迄足轻巧的啊，迄无遮尔艰苦啊那个做10下的感觉就没有那么难受了但是咱固定这个训练的日常，有一天咱若参加比赛的时阵，压迄个重量压起来了后。会感觉讲奇怪，我的肌肉运作了非常的好势呢。我的迄个身躯顶这关节肌肉运作这个动作非常的好势啊，真轻真快啊！你看一下讲迄个哑铃调整的位置，比赛结果一个看讲，哪会比本地我咧训练60公斤减少遐济？耶稣爱咱排的担，咱。看到迄个重量是咱心内底设想的啦，但是耶稣爱咱排的迄个担，奇怪哪会遐轻？迄个排的迄个重担，毋是咱所想象实际着的重量。迄个担的另外一边，因为有耶稣将你当作迄个压起来，迄个动作，耶稣甲你做伙压起来。甚至伫你的肩胛头，你压迄个重担的时阵，阁有一双大气力的双手，甲你肩胛头迄个重担，替你做伙出力，手甲你做伙提起来。所以你袂感觉讲实际着是遮尔沉重。耶稣甲咱同齐来排即个重担，也就是因为安尼，咱要学要亲像耶稣排即个担的过程。伊要甲咱一路做伙同在，求主帮助咱，互咱对伫上帝的话来得到帮助。咱要用诗歌来回应上帝。圣诗613首，有时咱经过美丽清净河泉，咱请起立来吟。
有时咱经过美丽清清可见，就把真情水的路面，有时咱拄着大有无老我山，那经过我风雨的口岸，别烦恼，心平安。我何处别烦恼，心平安。有时咱拄着为阮着好对立，后悔咱生命要忘记。有时咱拄着欢喜的真难过，你若心事拢我心平安。我苦处别烦恼，心平安。有这世间万物变化的时，对酒了的心真惊地，心我真不安，我拼拼无通过，自作孽会惊你别烦恼，心平安。我何处别烦恼，心平安。亲爱的天父，阮伫主你的面前祈祷的回应，就是主你甲阮讲，免烦恼，我靠主，心平安。主，阮知影福音毋是阮所想所求，毋是求得阮的性命，毋是求得阮会当逐项拢顺遂。但是福音的本质就是天父上帝，你赏赐耶稣基督，要甲阮同在，同齐来排这个重担。主，阮知影阮人生无坎坷，无一帆风顺，顺境逆境有耶稣甲阮相同行，免烦恼，心平安。亲爱的天父，是你与我们透过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同担我们人生的重担，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虽然遇到不是一帆风顺，但是我们能与你一同经过。主，你的同在，让我们的重担不是只有我们肩膀上的重量，是主你与我们同担。献上我们的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这时候我们一起来说奉献，麻烦我们的守奉献同工。
听见请起立。像这，好，这次我们一起来读京剧，我们读台语一次，国语一次，好不好？好，我们台语好，请。我心内温柔谦虚，你对我的答，来对我学，就恁的心情会得到安息，因为我的答案是快，我的答案是轻。来，国语，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恶，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我的答案是轻省的。马太福音11章29到30节。好，这是我们来介绍新朋友。好，我们今天有一位新的姐妹哈，吴黄佩姐妹嘛，是在那边，好，她住在那个光荣路哈，也是基督徒，我之前在复兴堂受洗，这是女儿吴美娜带来的，女儿，谢谢，欢迎你们，欢迎新朋友，欢迎你们来我们教会聚会，我们有准备一点那个纪念品送给两位，谢谢。好，然后我来做报告哈。好，我们今天举行7月份的庆生哈，我们今天有6位寿星，就是我们的慧珠姐、傅先执事，还有玉金姐，还有蔡美芝，还有慧文总监哈，还有我们智仁兄哈。我们是请寿星来前面，是不是要？6位寿星应该只有5位了。来，再重来。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祝福我们寿星生日快乐哈！好，我们每周3晚上8点有祷告会欢迎大家参加。我们这周的进度是创世纪25章。下一个礼拜六7月11号下午2点召开小会，请小会员出席。下一个礼拜天我们是联合礼拜哈，我们没有分2堂只有1堂，我们联合礼拜。我们也主持教会有圣礼典有受洗的是黄国兴弟兄请大家关心代祷。那下礼拜一样7月10号是我们台湾教会公报社的文字传道奉献主日，请大家预备新奉献，也是下礼拜7月12号中午12点到下午的2点30分，我们有教育训练，就是讲教会法规的分享，请各位同工，包含长职还有各团契的同工愿意参加的，一起来参加听听看。我们来从教会法规里面稍微介绍一下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一个很重要的行政的依据今天7月19号是我们教会的查账日请各位同工、财务同工预备再来就是我们林春旺老先生，就是林慧珍姐妹的父亲，在6月18号息劳归天享寿91岁我们这个
的回到上帝的面前，都变年轻了哈。我们将来在基督里面，我们都是年轻人。好，我们祝福他们哈。也大家记得关心慰问一下。好，对，在7月9号礼拜四上午8点半，在云林虎尾他们举行告别式哈。好，再来我们新眼光读经运动也放在招待桌上，请各位弟兄姐妹自由索取。我们的会计报告请参阅哈。那我们1楼的沙发区是新人接待区，也请同工协助引导新人就座哈。那我们上个礼拜有一位新朋友是李正伟弟兄，今天有来吗？没关系，我们等一下花一堂的，对不对？好，等一下花一堂再问好了。好，团契消息哈，我们暑期儿童营是7月18号到19号，礼拜六、礼拜天，早上9点到下午4点已经额满了哈。那在今天的花一堂礼拜结束后，在1楼召开暑期儿童营的筹备会，也是下主日哈，中午12点在2楼教育馆召开儿童主日学的同工例会。那6月初到7月中，在一个半月的时间里面，暑期儿童营举办了预备了很多的事情哈。那他们需要各位弟兄姐妹的奉献和支持。好，再来同心团契也是下礼拜结束之后，在教会1楼举行例会。我们的主题是传道书。学习活出真正有意义的人生，也欢迎同心团契的所有同工或者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有兴趣的可以一起来听哈。那再来我们青少年团契，8月15号到16号要举行灵修生活营，我们去宜兰的大同的韩星教会哈。那我们国小毕业生契友还有国小毕业生是每个人费用是300块。还有社青的话，大专生是600块。现在开始报名，到7月26号额满为止哈。那这个儿童这个活动，我觉得还不错，可以参加哈。那我们的费用都是包含吃住还有交通哈。好，以上我们肢体相通，还有其他事项，我们请各位弟兄姐妹参阅哈。牧师，你有没有补充的？没有哈。好，这时候我们一起来，来起立，我们来祝福差遣，我们来唱圣诗611首。这时候请牧师来祝祷。Oh
咱同心来领受对天来的祝福，愿咱大家得到天父上帝三当行的欢喜。圣囝耶稣的喜乐点伫阮的中间，互阮心神拄着顺境逆境的时，悠然轻调主的喜乐。圣神上帝帮助阮，互阮倚靠主的大气力，行人生每一个路站，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请坐，我们默祷散会。